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喜来的节目》，我是钟意群阿群妹。不管是哪一只族群啊，都有七个颜色的特色咯。像啲客家人就动多色的特色啦，像乜嘅泡菜干啊，乜嘅吉祥啊，讲到吉祥，阿群妹啊，青好色的就係吉祥嘅，韓國嘅。什麼嘅東西全部就做得來揾吉祥哦，一般大家會揾雞盤，阿佢揾眼可能還會揾煙腸啊、控油啊，全部就拿來揾吉祥，因為係正經凍好嘅吉祥，香香又酸酸鹹鹹嘅味絲。我朋友都講，嗨，阿佢們實在很客家凍客家，因為阿佢們係正經凍好食吉祥，將阿樹紅嘅入邊，大家看得出來又係乜嘅東西冇？我批看啊，就像吉祥的味絲呢，所以佢係乜嘅東西呢？來同大家小姐哦，客家來歡迎今日嘅來賓，歡迎朝鮮。大家好，我係新竹東來嘅阿金姐潘考漢，今日東歡喜來到咧。歡迎來到節目當中吼，韓國唱嘅色也比生了一批起來唱吉祥嘅東西，我來說看呐。沒喊沒太搞風行，這是甜的耶！我想說，該不會拿吉祥來泡茶，我來陷害阿權妹嗌吼？唔係。啊，呀，係乜嘅東西啊？呢係香吉枝。香吉枝，係吉咧那個吉子。那吉祥共用嘅原料做嘅。那做乜嘅會做？一般你是鹹味嘛，鹹味吉祥拿來煨雞肉，還有挨煨鹽從煨控油也得。一般係做鹹味醬料啊，用我來做呀，甜又暗香暗好食嘅版本哦。係，呢係有一隻故事。佢東年前是有一張銀客，佢買按到嗰卡吉祥轉去，佢爬到佢嘅跑來食嘅。其實要去泡茶來食，泡茶來食以後，其實打電話來問按到，你要做緊乜嘅東西？暗鹹又暗酸，我泡茶用辦食，用食嚟得。我聽到講，我就問佢講，問佢買哪種東西去泡？佢講，我買你哋我較做嘅吉祥啊，聽講你哋做嘅當好食啊，我是買轉去泡啊。係啊，我就撈佢介紹講，你唔係泡茶的哦，你係煨的哦，所以佢按因一隻本來有一隻想法，我是開始做香吉枝。可能當然會想講，要煨吉祥嘅，今後就拿來煨，今後係鹹味啊，又會拿來泡茶咯。不過其實可能唔係客人，也係當客家人係老人家老一輩嘅人家的，是真的會拿來泡茶的，對不對？對，那為什麼老人家會拿來泡？特別因是食醋啊，要醋唔會好嘛，其實那吉祥來泡茶，唔會甜的嘛，所以因是止咳，唔係是好食的啦，是止咳的。可能有的人買嘅吉祥想講，果醬就果醬啊，應該可以拿來泡茶。當然係按因想法，其實唔係，但是也誤打誤撞就讓吉祥對鹹味變做甜味了，對不對？所以就這樣子，因此有這麼好喝的香吉枝來產生。古時候呀，同鹹味吉祥共用，都是吉子來做的。吉祥做，你一隻做鹹味，一隻做甜味版本。韓國剛剛巧賢有說到是。阿金姐、阿金姐、阿金姐做嘅吉祥，吉祥做乜嘅？一開始我想講來做吉祥咯。韓國嘅聽講，其實我媽媽就是阿金姐嘅咩客人呢？我媽媽係學老人。那怎麼會想要做吉祥啊？因為我出外地係搶遊客家人好食吉祥，韓國南部嘅客家人可能冇食過吉祥，係北部嘅客家人專屬的一種醬料，那怎麼會就是像我媽媽想我來做下吉祥呢？佢當初係做梅兒，係做梅兒以後，其實係農會，農會嘅時節，農會嘅人就講，
阿金这你按不会做，该按照吼做得来做卤味东西，做按照做动因的结晶么，所以因缘际会啦，所以啊。主动弄回家咪动机器啊，是很我妈妈讲，做一款主动因的伴手礼啊，因的结晶。哦，古时候就按你就来做结晶，不过我想讲要种结晶，毕竟它是一个它传统的食的东西，可能弄到好像演唱弄到我的朋友嘿客家人，不过其他都唔见得好食结晶。古时候我想问问看巧贤，你去家弄，你去家好食结晶吗？啊，排泄笑出来嘅。其实我按照头版吼，因为我妈妈是学农业，动手食结晶，台底是阿婆食的是啲天然食，所以我妈妈会做的是啲，按照是讲。该有唔好食的东西要做嘛该，系啊，我啷个姐姐是讲唔好啦，莫做啦。可是我妈妈是讲，按照来做啊，做得到主动的农民田收，田收做记得会记得烧来做结晶啊样嘢。因为可能记得太多，因为它是有时节性的特殊的水果嘛。是。韩国要到时节，希望家家老去做结晶卖出去，可能就大送体嘞。嘿。哦。所以样嘢，我是讲好啊，莫该你是挑到按照后上因做得吃到好食的味道，按照长来开始做来卖样嘢。哇，鼓手娘妈妈很好的心意，想要老亚的农民来听说，不过你们两姐妹却说要通过我们这一关才可以哦。对啊，因为用慢讲，后上因长系未来会买的人啊，系啊，人家农因家其实讲下食材，客家人佢台底自家袂做。唔错，我去家咩嘿，头摆些结晶，当到迄亲戚朋友送来啊，咩老板买嘅。系啊，咁因是做后生因爱食的口味啊，因啥上会卖啊。唔错，古说人嘅口味，人同啊姐姐做嘅口味应用嘅来调整，漳州得通过你们的考验。头摆结晶是冻咸嘛，冻酸嘛，按照是。改变它的做法，好，让这些比例稍微调整过，好，其实学起来唔会按咸，唔会按酸，好，还有佢做各式各样的，不只是蘸酱品啊，像咱这后生因酱配用可能紧些酱类的东西，用可能紧些个白斩鸡、五花肉，该都用可能葱啊是该都混的，有时唔会用到啊。按照是想，我这是想讲，用用版的口味是做得各式各样的料理都做得搭配，就不是那么的局限。我应该已经算应用的很广泛了，但是就是可以让它更多种方式来使用，从呀拿来泡茶香吉汁。好，故说除了要这种口味的调整啊，还有刚刚讲。不要那么酸，不要那么的咸，那是不是其实跟品种也有关系？品种，其实按照头摆，客家因带到山区地位嘛，所以按照用的结晶是最原始原生种的蒜秸。蒜秸，嘿，圆细细的，是圆的，对不对？圆扁扁的。扁扁的，没按照可能荆棘哦。椭圆形的那个是金枣嘛，没给种，没荆棘柠檬的荆棘哦，对，也没给到细细圆圆的，嘿圆圆扁扁的那种，好，嘿用这种蒜秸来做结晶，不过记得有按多种啊，有想讲用其他种的记得来做浆吗？有做过，可是个梅头冇强用，含迄蒜秸的还好食，嘿，还清香啊。古时候出题啦，要口味，然后给做低糖低盐，不要那么酸，不要那么咸的调整以外啊，其实要包装，没同传统的看见冇强用，嘿。我T摆看到亚种干内的结晶诶，一般就係安尼像酒干内嗰種嘅結晶嘅干內，韓國愛食起來，安尼倒啊，然後皮膚要排，安尼當倒會出來。有冇想過愛揾包裝啊？其實按呢條牌，這家食的時間咪倒半日，倒唔出來，一下子啵一太大啊！嘿，你是想凍用嗰凍封片啊？跟按照開始做，我是想講，我要去做冇強用的包裝，
主要係講我倒起來動優雅。啊，佢也很優雅，他好倒出來就超誒。哇，佢啊，講你老佢做專門一般小飛就做嚟接數目，也係剛開始推出來嘅時間。你想啲其他人會有想法，其他嘅想法？有啊，拄拄做出來嘅時間，那本農會嘅長官看到啊，佢說：你咪嘛介紹做啊，用呢個東西來種，用款的。該媽媽當初其實講冇關係，按照先試買看啊。冇想到反應都好。哦，因為顛覆了他本來的樣子。好似這種的人啲啊，呀，係這種啊就會買啊。不過可能對這種唔熟悉的人就會說：哇，這好漂亮哦，是橘色的，這是什麼東西呀？就會想會買耶。因為按照當初的定位是係伴手禮。伴手禮，韓國哎呀，他看到講到伴手禮，我就要講這個好可愛哦，要不要哈嘞？其實是剛推出的，對不對？上週禮拜上做出來。哇，熱騰騰、小綠綠嘅禮盒，韓國呀禮盒，聽說是巧賢你自己設計的。因為我這個是好設計的呀，所以我是我讓我姐姐讓我媽媽討論後是用的禮盒，懂講哎，就按呢蛋糕有很多我們可能客家或者是一般我們吃得到的食材，然後把它用水彩這樣畫上去。古時候有條傳統的東西，咩做得本大家當心當無去用的印象同感覺哦。上來結帳，上來安樣的色，還有按到乜嘅神奇的事情，等一下休息下再要同大家講哦。好，歡迎轉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鍾意群阿權妹，今日同大家介紹嘅係阿權妹嘅千後世嘅結帳哦，韓國呀，天天就會來食東西，阿權妹嘅千杯嘅，然後我同大家來紹介一下，激醬可以拿來燜沙拉，對，要到將係用嚟來調整，可以把激醬拿來做成沙拉。沙拉哈，其實哈。按照結醬是鹹嘛哈，但是配到香吉汁，就會泡呀，泡這個果汁的那個醬，香吉汁，對，是一半一半。哦，1:1就抽嘅結醬同香吉汁1:1來了，然後佢攪啊，按呢就做得來做沙拉醬。係啊，那是凍好的沙拉醬啊。真勁哦！你平常是董家會是懂那個和風醬，和風醬應該是比較不胖的，但是千島沙拉跟美乃滋就很胖。那香吉汁跟激醬的這個醬料呢？那是凍滿水果啊，是水果做的醬啊，是凍健康，沒有凍到纖維都這塊。然後啲沙拉搭配窮啊嗬，梅頭凍適合。真的要搞應該，呀，他就來吃看啊。好，來倒下去。好。我已經等不及了，得唔得到上位來食？然後，還有拌麵板，配肉的時間做一道清涼的料理。真嘅呢，好哇！凍好身呢？係啊，酸酸又甜甜，韓國。因為我想東東人唔好食，可能新人呢唔好食菜，生菜沙拉他們可能不見得喜歡吃。你講溫雅炸醬就酸酸鹹鹹，然後又甜甜的，很像在吃水果跟蜜餞的感覺。哇，估說雅炸醬係你自己發明的？係我媽媽發明的。其實主要該是用講幫小朋友。凍到是像你講嘅，凍到唔好食青菜嘅。冇錯，凍到你唔好。係，然後你啉下飲料，像嗰些果醬撈水果，然後你的口味感覺是冇青菜嘅，該青梅。是凍到小朋友凍好。好驚喜哦！嘅凍好水啊呢，估數
也知道你妈妈真的嘿手很巧哎，很厉害。韩国那我有同到按架上到老几种老香吉士把它做结合，韩国做出按的按后色的沙拉酱，它个都不可能做的七嘎吃开来调七嘎好色的沙拉酱的比例，对不对？韩国从养妈妈按腔，佢一开始做几种的时间，因为刚才有讲到，佢咩客家人，咩客家人爱做几种，佢喺那一片来。好集中，去哪里拿到这个做鸡酱的食谱这样子？其实开始是，冻到阿婆啊，其实强搞冻到阿婆啊，是有人时候去讲，哦，该酱因为捞海里，会捞糖干，捞物芥，然后呢，还有按多，还有讲会捞个南瓜，哈，南瓜集中，嘿，捞到南瓜，其实还有凉。嘿，该可惜该记得梅头是冇按冲，冇按香，安尼就是启动豆种啊，俺妈妈该是启动豆种，海里也没做啦，糖干也没做，乜个干么是拿来做，哦，南瓜该都嘛该，翁铺嘛该都拿来做啊，哇，反正该各家秘方，通忙走过100。鼓手就从各家的秘方里面，然后慢慢的累积实验出7个秘方，从虽然就是俺啷个这就是起啊，起，哦，你只梅头最好哦，试吃员。俺妈妈特别会做东西，俺要看人，俺要看冻豆水哦，通常都会做白老鼠。吃色就超哎，不过但是我生意呢做嘛清净，因为吃到后生的，你就真的会一吃就爱上，对不对？韩国像亚布卡吉中啊，虽然跟它有跟那个香吉士来做搭配，可是你吃到跟吉中的米西啊是没有苦味的，因为。吉雷富维米西啊，是因为它那个表皮它有精油，故说给它精油，不管你是做咸的还是做甜的，那个苦味可能我在想象之中是去除不掉的。故说俺想抢问你的，中华跟亚布卡吉中黑冇负面的。特别做吉种哈，台底是细细的哈，好是可以做，该籽没摸剥出去。吼，该皮咪用下煮啊，冇人为煮过，嘿，安就是咱平常还冇共用是皮老肉剥开来，分开来处理，尤其是皮，因为为腐是皮，老该肉底部的籽，嘿，该籽应该是为要用该去除掉，哈，去籽基去除，去籽基都得老盐。老几种配，嘿，啊皮的部分是先通过，先通过，先用烧水通过，要先烫一次，通过以后是开始洗，大量的清水水流洗。迄大量的清水紧流紧洗，因为一般迄唔迄就迄滴，安尼可能就不用到一只固定的通的滴度，安尼就紧洗。可能是浸黏度该嘛哈，泡水往200、300，安尼就是流动的水，一泵来，然后紧洗时间水是紧冲。迄唔迄因为安尼水洗出来有负面。一它就流开嘞，不会留在桶子里面去，可能沾到其他的果肉上面。哦，韩国刚刚很有讲到皮老肉要分开来处理。皮老肉分开来处理，啊是皮是先煮下甜的。不过按呢讲到皮老肉要分开来处理的话，那就是要一颗一颗剥咯。不过记得按丢了的听，韩国皮有冻破，按的一粒包到哪时间啦？是，按就是台底是拄开始做的时间是直接剥嘛，该剥完下来后手很痛，该痛到吼根本天阴没法度做嘞。是开始按就是老抢该附近的该阿婆，吼，记得是拄无卡、土南西欧啊，记得还剥。一边剥鸡了，还走在土石哦，还我们是开始是到安那该会视光教养院，记得该弱势团体该都有结合，好，本记得讲有一张收入走，有一张收入安尼。故说要有新人呢，要ให้ลง人家的可能有限的时间嘞，做一些嘞，可能剥一点点鸡嘞，其他的就做得有数呢。小朋友可以去买自己喜欢的玩具，那阿婆就做得去买孙子的玩具。是客钱哦，故说其实也唔单枪。介
刚好有讲到是帮助当地竹东可能酸疾滞销的要的农民，如果 any 没听说会懂到其他弱势的团体，对不对？哇，真挺黑懂用心。谢谢。哦，韩国啊，其实刚好有讲到亚扎吉中跟传统的配方，传统的 K 米黑冇 Q 用的冇按酸，冇按咸，可能没冇按甜，这样子的方式来用。因为头白会做按咸啊、按甜，可能就会因为要保存，用最天然的方式让它来防腐。不过按呢，你要得冇按咸，是不是防腐的效果会比较差？其实唔会，因为按照结晶吼，用嘅太侪，太啲係细侪嘛，吼，用太侪是很危险，对，因为它的细菌，它容易跌落去。可是吼，按照是有高温杀菌，有真空，好，又抽真空，又高温杀菌。按其实地部係是唔會有解到有誒冇嘅雜菌，是唔會敗體。韩国的看呀，蛋糕的这成分真的很单纯，对啊，非常的单纯，就会积累同辣椒盐，就按你连酒都冇，连酒都没有，哇，因为要不然会冰酒是降低坏体，瓶口一点点，可能就会冰酒，让细菌比较不会进去。对，哇，古时候连酒都冇呢，冇。给亚洲后，可能它的最佳的赏味期限。今後這個時間差唔多有幾久？其實做好吼，按照因為你係手工做的，特別做的 set 是冇共用。該做好最佳賞味期限，其實係起到吼1年呢，1年。1年內。係是最好是最香的。過了你變會變到較淺色。它淺色是有點點陳皮的味道，該味道好食啦。味道好食，那我一種口味就錯嘅。韓國一開過以後嘅，其中要冰冰箱冇？我開始一定愛咧，經常愛冰冰冇防腐劑啊。哦，古時候睇架識其中愛天雜愛湯冇冰防腐劑嘅其中，韓國天雜可以愛加冰冰箱，好冇？哇，唔過雖然亞布卡係做其中以外，其實還做很多事情哦。剛剛還有辦一張料理比賽，對不對？今年這樣辦的，5月的時間辦一張好高啦料理比賽。哇，辦料理比賽，其實用的料理比賽，它有什麼樣的主題嗎？因為按照先開發一張柑橘醬油。柑橘醬油，要懂貼片呢，有柑味嘅頭油，我係望食糖果有柑味味嘅頭油。即係按照因為做了柑橘醬油是想講，你按特別的東西啊，是本台這個飲食是做一張料理比賽。哦，古時候這個料理比賽的主題就係愛用有機的味嘅頭油來做料理，錯冇？哇，古時候就係本台個發揮創意，做出很特別的料理。唔過我想，當奇怪嘅係，怎麼間亞布卡做其中做好好，會走去有頭油這樣產品的出現？其實按照我卡頭擺係做頭油嘅，我阿公是做頭油，我爸接拍來，我哥哥轉來做咧嘛，我哥哥轉來做，我是講按照兄妹合作，好來做一隻風味醬油啊，佢咪當有興趣啊，佢是講按照純手工釀造嘅醬油，做一隻風味醬油，你可能台灣冇人做。哦，古時候啊，算了呀，幾類米絲嘅頭油，還有按到乜個菇絲啊，還有乜個米絲，等下再個同大家講哦，先休息一下。好，歡迎到到福喜來嘅節目，我係仲一群阿群妹，而每日同大家小嘅好食嘅結種哦。剛剛有講到吼，其實朝鮮亞布卡唔單槍有結種，也還發明了幾個米嘅頭油，幾個米嘅頭油韓國係自家做嘅，因為亞布卡人阿公自家就係做頭油嘅。哇，古時候也幾個米嘅頭油。聽說黑洞香咯，你挺弄香的，你走在皮卡。對，我等你開等很久了。你沒看到，呀，底部啊，還有看到有個橘子的這種果肉，還有果皮在裡面，對不對？哇，它
真的是屁了，有特有的香米饮哦，它后面会有一点点橘子的香味，然后这很奇妙，我想一下该怎么形容。我有闻到那个阴丝的味道，但是我又有闻到一点点酸酸的香香的味道，很像那个面包橘子面包里面的那个橘子的香味。哇，很香哦！韩国海吃到我们在狮宠烘第一超级市场底度，你可能有看过那个煎鱼口味的 tail you， 韩国可能有水果，还有其他的就是对昆布类似这几种口味的 tail you。不过我们芒色昆布有这种果香风味的酱油，对，那是这个果香风味的酱油发明之后，你们觉得有受到很多消费者的响应吗？还是说朋友有没有什么建议之类的？其实咧，头有5月的时间所以是最新的产品。是安就是想讲，你可能台一家都冇乜嘅認識，所以就會做一個料理比賽，是本台一家行認識，你頭有用辦用，就得用辦入到料理裡頭地擺內，朋友是試過嘅，是講特別啊，其實有的是拿來做個替代個和風沙拉醬。和風沙拉醬，因為它有酸酸的味道。因為其實吃到講，唔是食過講純釀造，有加水果風味啊。剛剛講純釀造，其實要在食安問題，大家可能睇嘅動到新聞誒，看見動到新聞。純釀造跟另外一個相對的是半釀造咯。純釀造的特色是什麼？純釀造從按照頭優勢係用黃豆小麥，然後釀造10個月，10年以後，將做啲榨取嘅頭生醬汁出來。可是你講半釀造啊，係化學醬油，記得是可能冇按，唔是按舊嘅事件啊。化學醬油可能條的，膠的是出來的啊。係啊，個半釀造佢可能按照。可能用啲化學東西幫佢分解下夾的，像按照讓純釀造10年長，其實很長有辦法講分解到凍油凍香，該香每長做得出來。韓國嘅 tail you 嘅色啦，不是像我們看到的是黑黑的，它的顏色比較淺，是比較偏咖啡色。你有冇按呢？因為冇加乜嘅焦糖色素。故說可能它五味給的 tail you 可能是有加焦糖色素的，那這是正常的醬油是長這樣，不是因為它稀釋過嗎？沒有，人家冇稀釋過黑哦，我一直以為可能加了香吉汁之類的，就是可能稀釋過，感覺色較淡。唔係，佢上佢嘅色是暗淡，是按照冇會看到它淺色是又加到焦糖色素，佢有的是可能佢用烏頭去釀造的，佢嘅色是可能係淺咁樣。哇，姑嫂剛剛講到這個橘子風味的 tail you 啊，拿來做料理比賽，那泰嘎應該有發揮很多很特別的創意。有動到，他貼貼咧做同泰嘎分享嘛。有做小卷誒，沒有做到像到然後蔬菜做到像三明治用，然後用牙籤乳呢，然後要寫這樣聞一下來寫，沒有做到雞肉，然後茶油。炒強下，沒有撈梅啊，是煎，撈頭油去煎。糖一來就凍好食，凍香。哦，韓國嘅糖講朝鮮基本上真係因為啲嘢也哈會到也半夜半愛大家愛朋友嘅時節咧，很優雅咋，咁嘅香嘅，吉利香嘅 tail you拿來做一張很特別的烤肉醬。哇，呀，這烤肉醬看起來。就是它雖然比較稀一點，不過劈起來就懂天空，它的確有乜嘅東西。其實我冇看凍燒麥烤肉醬，係其實我媽媽去挑 tail you 啊，然後芥醬啊，然後嘅那我們因為現在咧還有芥醬，像那個柑橘醬油嘛，我是用柑橘醬油，還有都有蒜頭米，然後都有薑末。然後辣椒，然後都有蔥啊，係咁樣，
是走一张你最健康的烤肉酱。热量又不会很高，而且你一般去那边可能看到的烤肉酱，它是狗狗的，就是很粘稠，但是它可能加了很多东西，因为它是大批制作，可能里面也会有防腐剂啊的哦。你去甲做去甲 Q 米的烤肉酱，韩国做的调整讲，它好是甜的，就同不用它倒掉诶；它好是酸的，可能就记得，用它倒掉诶，就是酸酸甜甜，然后再加一点辛香料。其实做中东简单，就会把握就是酸酸甜甜加辛香料，就可以做出来好吃的烤肉酱，客家本色，我卡又嘛该是变白。骨头他半夜班朋友就做的吃看那要种的红色做后色的种来色咯。韩国出题亚布卡哦，真的是很厉害，出题会做跳油，会做鸡酱，其实还有亚汉爱看到。这个是有点像萝卜，可是我没有看过这么小条的萝卜，这是营养不良的萝卜吗？其实係按照天豆度種嘅個蘿蔔金膠啊。金膠哦，我想起來耶，我媽媽以前沒有種金膠誒。古說要做蘿蔔咧，一般人做蘿蔔講應該係用它太條誒。那其實像米農這片的白玉蘿蔔，其實也沒有那麼小條。那怎麼會找到這個品種的蘿蔔？其實按照竹東和東東人種，不過台地其實天豆度微微的，然後台條也是拿來賣，細條佢就是當做綠肥啊樣嘅，啊就是佢其實想講，老個老農民合作，佢就休耕的天啊，哈，冇種東西的天，你是讓愛種呀誒，愛咪唔是你台條你就在那裡賣，好，咁你下細條你是愛讓你賣來，愛是來做到安樣嘅人參蘿蔔。人參蘿蔔，對，它真的長得很像人參的感覺，因為它有這個小細細的鬚根。我來試看啊，很脆哦，唔會凍鹹。韓國這種大小拿來帶便當很剛好，放便當盒又不用切，超猛。係啊，我當到銀行是拿來做帶便當啦，還有是下巴嗰種當下酒小菜。啊，因為也唔會凍鹹。古時候可以拿來當下酒菜，而且其實每迄同菜體嘅同到農民家的來做合作，啊，太條嘅家的做得賣，細條嘅又做得家的拿來滷。哇，那其實這個種的方式是不是其實你們也有特別指定？就是我們那時候要求就是一天總得不用該農藥，還有該化學肥料。連化學肥料都做唔得，所以按照用該休耕田啊。該老人家其實老人家吼，你要向佢用該就基本唔曉啦。其實好啊，該植微微啊，親自然的方式。韓國老人家咩唔是太去費心的照顧他，其實蘿蔔嚟當好做。我是讓佢講，你安心去做，然後交本愛讓你裝修，安尼是好咧。哇，按好，出題做出好些蘿蔔講，因為其實咩天數會當到老人家。韓國還有也係乜嘅？也係賣嘢。賣啊，係。韓國賣嘢真係我媽媽的本業。係，其實客家人台地都會做賣嘢嘛，哈。我看咪係，其實我媽媽讓我阿婆學。因為我爸爸懂好食，佢講啊，我去賣吼，挺多錢咧，挺貴咧，所以是自家做。咁安尼我看我咪好食啦，我姐姐我弟弟嗰啲通常是懂好食，是緊做是朋友親戚是。搭機講啊，你讓我做，冇是你做，我讓你買，然後你緊做。韓國也賣嘢，Q 米就係你客家人親口說咧，怪死嘅賣嘢 Q 米，嘿，然後要怪死嘅賣嘢，做出來也是係比較 Q 的，還是比較脆的口感？也是比較 Q 嘅口感。我說它 Q 嘅賣嘢係唔係做嘅熟度不一樣？我們是要用什麼熟度的賣嘢來做賣嘢，為它 Q？你可能是下台渣嘅賣，是下熟嘅，是差唔多7分8分咧，就開始要做怪事嘅賣。出題做得吃只拿來做蜜餞吃以外，還有頭前倆係乜嘅？倆係
梅子寿司。梅子寿司，古时候也梅嘅寿司底杯有加梅嘅。其实咱就是冻冻，俺想讲冻冻妈妈一天冻挑那冻同时，俺不也剩的盘，唔对个挑剔咪冻大松，该做煮稀饭有甜盐嘅咪冇清楚voice。就那你是做的，像俺妈妈是大白是捞梅汁，捞到梅个搞捞落去。搅的，哈，搅，你是做的卖到海苔啊，像那是红萝卜，哈，然后你煎的，用到甜盐做早餐。哇，真嘅呢！韩国人梅嘅其實那個湯汁可能凍你就唔愛食，不然就是加水喝一喝就撈起淋體咧。啊，你咪用另外一種方式做得來用哦。其實做到料理裡頭凍香凍好食。哇，很緊哦！小記大家按到食嘅方式，韓國好食嘅東西，嗰時候今日神夢朝鮮。好，謝謝。謝謝朝鮮來到節目當中，我們希望各位觀眾朋友會收看，先休息一下，等欣賞好運動哦。